个手机没电了，我那个自动关机了。刚刚那个手机关机了，我那个充电线没有开，没插充电宝。
谢多热茶姆高中团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么我们多热茶姆高中团队和雍琪也分别荣获了我们金川锅庄推广大使荣誉称号。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多热茶姆锅庄团队的代表和雍琪上台领奖。有请中共金川县委书记郭素梅为他们颁奖。有请我们多热茶姆锅庄队的代表雍琪以及我们上一期的扎西来到舞台。春夏秋冬看不够，朋友啊朋友，我的朋友，岁月金川天天守，干了12杯子酒，世外的月人应有。传承非遗文化，舞出离乡风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金川县首届嘉荣锅庄展演现场。锅庄舞啊，是我们藏族文化艺术锦囊中的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舞者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结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作为藏区一种古老的歌舞形式，锅庄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形式多样，地域特色鲜明，蕴含着友爱、团结、勤劳、智慧的人文精神，有着很高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它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活态文化遗产。我们金川啊，是东女故都、嘉荣故土，传承和发扬锅庄文化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历久弥新。不仅传统锅庄得到了传承，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锅庄也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原的歌舞、原的文化、原的历史，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弘扬金川锅庄文化，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为团结而跳舞，为喜庆而唱歌，为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锅庄盛宴。首先，非常荣幸的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展演的各位领导，他们是中共金川县委书记郭素梅，欢迎您。中共金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申红霞，欢迎您。中共金川县政协主席达尔奇，欢迎您。出席展演的还有来自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各位领导，朋友们，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对啊。走了。接下来，首先出场的是卫健系统代表队，
他们带来的曲目是《千山加西》。掌声有请他们。10点半。